一種產品嘅好與壞、平定貴，點衡量呢？例如平時飲開嘅汽水係5蚊一罐，之後你再買汽水都會以呢個價格做基準。你見到4蚊一罐咧，就會覺得抵；見到6蚊咧，你就會覺得貴。錨定效應即係當你一開始獲得一個參考值之後，對相關嘅嘢就會以呢個參考值為中心點移動，就好似隻船落咗錨，就會大致固定咗喺一個位置。所以你喺邊度落錨就會影響你嘅決定。唔信就等我做個實驗啦。究竟2009年全港公共圖書館嘅藏書量有幾多萬本呢？大家都未必識答，要靠估。但係落唔同嘅錨咧，大家嘅估計就會唔一樣㗎啦。你估下香港嘅圖書館咧，總共有幾多本書啊？你估多過300萬定係少過300萬？多過450。頭先我哋將個錨落喺300萬嗰度，我哋又試下將個錨落喺2000萬嗰度，睇下結果有咩唔同。你估多過2000萬啦，定少過2000萬？多2000萬，肯定2000萬咯。結果個錨落喺300萬本嘅話，得出嚟平均嘅答案咧就係587萬。但係個錨落喺2000萬本嘅咧，估計嘅數字就大好多啦，係2475萬。個答案原來係1000萬本。錨定效應點樣應用喺我哋日常生活呢？例如去到外國啲跳蚤市場買嘢講價，啲人諗住你人生路不熟，自然獅子開大口啦，開高1倍價。等你覺得件貨物本來值好多錢，還價就自然唔敢太低啦。又或者你因為一隻股票跌得太多，感覺好抵就買入。又或者你隻股票呢未升翻去買入價就唔肯沽，呢啲都係同錨定效應有關嘅。又例如呢啲新推出嘅產品放喺名牌產品附近，會令人覺得呢啲新產品都係一級貨，可以以同名牌相若嘅價錢呢去吸引顧客去試。相反，如果放喺其他雜嘜貨隔離，就會令人覺得呢啲新產品都係次一級嘅貨。商戶可以用錨定效應賺多啲錢，但精明嘅消費者咧，就千祈唔好俾周邊嘅數字影響買貴嘢啦。拍賣就永遠係價高者得，但係就算俾你贏得到，又係咪一定會高興呢？喺1971年，3個石油公司嘅工程師就根據佢哋喺投標買油田鑽探權嘅經驗，提出咗一個贏家的詛咒 （Winner's Curse） 嘅概念。個概念指喺拍賣場嘅贏家最終可能係輸家，原因有2個：佢出嘅標價超過拍賣品嘅真正價值，造成損失；另一個情況就係拍賣品價值低過佢嘅預期，造成失望。舉個例子，假設有幾間石油公司有興趣競投某塊油田嘅開發權，但係石油蘊藏量咧，其實係好難估計。啲專家唔係估得太高就估得太低，而啲石油公司就根據呢啲估價而去投標或者拍賣。如果越多人參與競投，大家所出嘅價就會更加進取，結果令到得出嚟嘅中標價更高，而中標人咧就可能買貴嘢啦。世界上經典嘅例子就仲有英國嘅3G 頻譜嘅拍賣。英國喺2000年將5個3G 牌照拍賣，結果英國政府獲利225億英鎊，差唔多佔政府當年稅收嘅一半。而投到牌照嘅電信公司就負債累累。但係喺香港，點解政府每次賣地，啲發展商投完地都好似好開心，而起啲樓賣俾人又好似永遠都有賺冇蝕咁嘅呢？唔通啲地產發展商個個都睇得咁準？定係嗰啲詛咒其實落咗喺啲買樓嘅小市民身上呢？